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咱台南府城呢，因为有非常多这个观光的资源哦，包括讲咱有真侪古迹、景点、美食甲小食，所以呢，使得咱台南府城会当讲哦，愈来愈变成国际观光的胜地。那么相对的呢，这饭店甲旅馆的业者吼，嘛纷纷哦看好咱台南，所以纷纷来进驻嘛，愈来愈多。啊，使得咱的吼观光发展嘛，愈来愈好。今仔日呢，咱《启明时声》节目特别邀请到一位饭店业呢，算是国际级的人物，而且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物。今天很高兴邀请他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我们就来欢迎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我们新上任的总经理，我们欢迎周丽华总经理。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经验，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这个饭店发展的一些方向。非常欢迎周总经理哦。那周总经理相当的不简单，在今年8月呢，由这个香港哦，就是香格里拉呢，他们总部是在香港，对不对？是的，对。是的。那我们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呢，就正式任命了我们周总呢，成为我们这个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哦，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位女性的这个专业经理人，真的很不简单哦。而且这个在华人的世界来讲，也是真的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呢，是不是先请周总讲一下您的心情？我首先很开心回到台湾来服务。那刚才有提到女性管理者嘛，哈。对。我觉得女性管理者的优势啊，除了当然本身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的技能以外呢，女性的特色就是可能比较细心，然后观察力会比较强一点。可能呢，在这个因为以柔性的角度，在做管理的时候，可能跟团队会比较容易可以很快的去融入到这个团体里面。对。那因为有耐心，所以呢，往往呢就会可能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大家认为比较容易沟通的一个桥梁，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呢，当我们在激发团队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团队这个成员的了解因为我们的细腻。我们的观察力，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同事们有什么优点，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些我们的观察力，得知他们的优点，去帮他们发挥到这个极致，在这个工作的这个领域上。所以其实女性管理人员呢，可能往往不是在这个一开始冲刺的时候是跑最快的，但是往往呢，透过自己的这个耐力啊、坚毅度啦，一般来讲都是到最后呢是可以，往往是可以坚持是最久的。对的。所以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这个饭店管理人员啊，或者是餐饮业，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政治家、很多的企业界的这个管理人员也是很多女性的，越来越多没错，就是很多女性都是非常杰出的。但是说，因为也就是从以前这样传统社会下来，女性呢要出头，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尤其是在饭店业，像你这样子，真的而且是5星级的国际连锁酒店，可以当上我们第一位这个全台湾第一位女性的这个总经理。对吧？其实我们身为女性也相当替你高兴，真的替我们女性出头。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兴奋，所以我觉得很荣幸能够担当这个职务。当然，相对的，对我自己的要求也必须要更提高，然后才能够带领着我们的团队去往下一个这个里程碑去前进。对，真的。所以其实您的付出一定要比别人更多，对不对？那是必须的。对的，当然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呢要有要求嘛，然后要不停的成长不停的有这个新的发想、新的创意，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取得这个契机。然后才能够带领着团队去走向成功的未来。对，总之非常恭喜这个总经理哦，其实也是替我们女性呢出头，让我们也很开心。好，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哇，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团。那我们知道说它已经有100多间的这个饭店嘛，然后有4万多间的客房咯。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好的，我们第一家的豪华酒店呢，其实是
在1971年在新加坡开业的。那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詹姆斯·希尔顿在1933年他的出版的小说，是这个小说叫做《消失的地平线》当中呢，这个传奇的地方香格里拉。那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度假的酒店的这个宁静的氛围，跟代表着我们东方的服务精神。是对。那我们香格里拉呢，总部呢是位于香港，那是亚太区豪华酒店，当然是领军的这个企业，也是备受认可的一个酒店集团以及管理企业之一啊。是。然后呢，我们的酒店呢，这个营运的范围呢，就涵盖亚太、北美、中东、欧洲等地。那当然，澳大利亚也是有几间酒店的。那目前还在发展当中，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沙烏地阿拉伯。都正在开发当中，就是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酒店，但是越来会有越多的酒店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那么呢，我们这个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呢，是继我们台北的这个合作案之后呢，是台湾第2家我们香格里拉酒店。那么它是由远东集团投资，然后委由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来管理。是对。那目前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在2008年开业至今，已经在地深耕10年。对，10年了。是的，是的。所以10年在这多位前任总经理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在台南，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努力啊，跟我们的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对。所以当然现在呢，我也是有压力的啊，因为我必须带领这个团队呢继续往前去发展。对，香格里拉呢，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在台南10年哦，那其实口碑都相当的好。是，所以当然，尤其比如说我们的餐饮部分啊，我们就经常会请到一些客座主厨啊，因为我们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饭店。对。那么我们全球这100家饭店呢，其实都是我们重要的资源。我们很多的厨师，我们很多的我们这个同事可以邀请到台湾来一起去做客座。那当然未来也希望是不是只有局限于在这个厨房这个领域，是也许有调酒师也许有其他的这个合作的案件可以陆续推出。好，周总呢可以站上这个国际5星级连锁饭店最高位阶，一定是背后有相当不简单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呢，要带领观众朋友好好来了解周总哦。你从小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哇，长大可以变这么优秀呢？好，那周总是先谈一谈你从小这样成长的一个过程。我是在云林出生，在云林长大。我是云林人。是。那么呢，由于我中学的年代呢，当时呢其实是比较爱玩，所以呢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选择了在观光科这个科系。所以当年我是在这个嘉义的协同中学念的观光科。那时候你就对观光很有兴趣了。是，因为我觉得人呢总是离不开吃喝玩乐。对。所以呢，这行听起来又跟我的这个个性非常的吻合。所以我当年就直接觉得我不用再犹豫，我就是要念观光科。哇，这么小就立定志愿要走观光科。是。那当然，观光科它这个范围很广啊，它有这个旅游。对，它有旅馆有一些人可能做导游，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对不对？好，所以当年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业就是我有兴趣的行业。不管是旅游听起来跟导游有关系，听起来跟要去世界各地去玩，有很多的美食，我听了就很感兴趣。这个都你喜欢的，都是我喜欢的。对，所以当时就很顺利的就进入嘉义的协同中学去念这个观光科。那当时观光是正在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那个时间点，其实我是第3届所以也就是说，我前面已经有学长学姐参加这个科系，然后呢看起来呢大家也都很开心，所以当我们去这个做这个学校的这个拜访的时候，你要去念之前，可能会先去看一下这个学校校区啊，在哪个地方啊，可能你搭车多久会到啦，这样子。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那边学生看起来都很开心，所以我选择这家这个学校一定就是对的。
哦，对，所以当时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就去选择念这家学校。这样非常好。像你的父母都很支持你吗？像我们小时候就父母会一直逼着我们读书，我也是，我的父母也是对学业是很在意的。对啊，那当然我不能说逼得不紧，其实还是逼得很紧。所有这个父母的心态都是一样，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念书念多一点，对，可以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学业背景可以帮助到你未来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啊，对啊，工作的成长啊。所以当然我的父母对我也是有要求的。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啊，就会每一次这个考试啊，我父母都会很仔细看那个考试的那个分数表，那个成绩单，所以每次我要这个成绩单要寄来之前，我都会很紧张，因为基本上我自己已经知道分数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都会很紧张，就是说考得好，或我觉得考得好或考得不好，对于我来说都是我的父母会怎么看这一次的成绩。当然其实我自己是挺在意我自己的，所以我其实很努力，很用功在念书。对，总是希望这个家里自己的墙上可以多几张奖状，对吧？对，所以不管考得如何，我总是觉得我父母拆开那个成绩单的那一刹那，是我很在意的，我也很想知道他们觉得我这次表现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小时候呢，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成长过程是很严格的。对，那可能，但是对于我的这个兴趣呢，家里的人都很支持。哇，对，这样非常好对啊，所以我其实念完这个嘉义协同中学的观光科之后呢，当时就3年毕业了，对不对？对，很多这个国外的学校就到我们这个校园来招生。所以当时呢，其实所有这些招生的学校我都去听，就很仔细，因为呢，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真的是想去念的学校。所以最后我就选定了这个瑞士的雷赫士这家旅馆管理学院。对，所以在我念完我的高中的这个观光课之后，我就顺利到英国去念这个进修语言，然后顺利到瑞士去念这个旅馆管理学院。哇，这一间很不简单，这是全球这个酒店业的相关的这个学校里面排名前3名，对不对？是。所以哇，那你要去读那个真的也很不简单呢，对不对？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进去的啊。这个应该是说首先呢，就是语言的这个程度，这个要求很重要。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说这个高中毕业就可以立刻过去念。那高中毕业立刻过去念，可能就会很辛苦。对，因为可能英文程度不到那个地方。对所以我当时是先到英国去专攻这个语言这一块，也就是念英文。念到呢考试呢合格了，就是你的英文程度呢就是受到这个评鉴之后，考试合格了，就是顺利就到瑞士去念。所以是有一个过程，并不是马上。对，但是结果是好的，这个是很重要。对，我觉得周总很不简单，就是说，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说自己的就是对这个观光方面有兴趣，然后不只有兴趣他还会，比如说他这样去读国外的学校，他就要去把英文读好。对，哇，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你从小就很不简单的小孩。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说父母也帮你缴了这个学费那我自己想很多，这英文如果没有达到某一个程度，你去念你会很吃力，对，甚至你有可能会不通过。对，就是读不毕业不毕业，对不对？不毕业的话，那你父母花下去的这个投资，对这个是可能作为子女都要去想一想的就是说父母投资下去了，我们对自己必须有要求，而不是说随便我就决定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所以我是想过的，说我必须先去英国念书，然后呢得到这个认证，也确定我可以用英文的这个去上课，对，然后呢我们才过去。
对，一切要准备好了再去办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对，所以这个一路走来还是蛮顺利的，还是蛮顺利，然后而且还就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对，我觉得会顺利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安排得很好，对不对？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子一路都很顺利的这样走。我是比较觉得责任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既然我的父母投资了，那这就是我的责任，要去好好把它给完成。对。对，所以哇，很棒哎！你可以读自己有兴趣的学校，然后规划的这么好。哎，那像你平常有什么样的兴趣吗？其实我很喜欢逛街，看橱窗的展示。对，尤其喜欢。对，就是当你去看那个大型的百货公司，比如说，其实每一个季节它摆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每一年，并不是每一个季节这个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可能今年是猪年，可能有一些品牌它就会用猪年的装饰。我不知道您主持人有没有发现？你就会去观察那个，我会去观察。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对于我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是我的兴趣以外，当我们比如说我们饭店在推一些美食节，对，我要怎么展示看起来比较好看，而不是说今年跟去年是摆一样的。对，所以创新，对，所以其实是我个人逛街的兴趣，然后跟研究橱窗虽然我不是念室内设计这一方面，但是我却对这一方面摆设啊、装饰啊，我就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其实挺开心，就是自己的这个兴趣跟工作还蛮能结合的。对啊，对。哇，这样子真的是，因为像一般我们去逛街就赶快进去买东西呀，然后过去以后就可能稍微看一下橱窗，我觉得很美。但是我觉得周总他就会去观察，因为他想要把它就是这是算职业病嘛，就会想要把它融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喜欢看橱窗这件事情啊，这个并不是发生在我这个开始工作以后，是以前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对，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比如说跟我姑姑去逛街啦，可能衣服都是她来买，但是我都在旁边研究。哇，对，我都在旁边研究说，她这个摆设、这个发型、这个造型，然后这个颜色，所以就开始发现说，每一季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因为服装嘛，是不是就是流行？对，那流行的话就要不停的改变。对，所以我每一次都觉得说，虽然去同一家店，但是逛起来感觉跟上一次逛不太一样。那这个就是学习。哇，对，周总你真的很不简单呢。像我们去逛街就很简单的，就是说我就是要买什么买什么。那结果你竟然一个小孩子想那么多，还会想说流行的趋势。你可能是比较有计划性的去逛街。那么我是喜欢就是说，没事就是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呢，比如说看这个，比如说我刚好有很多机会，刚好去很多城市，对呀，我一定就是要出去看看当地人吃些什么啊，当地人玩些什么，当地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跟我的兴趣又很结合啦，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走走看看学习。对，真的。但是以前并没有把这一方面想的跟工作是有结合，并没有这样想。只是说你从小就有这样的兴趣。没错，没错。所以当很多人说，哎呀，他们的这个兴趣是逛街，一般来讲有可能是买东西。对。但是我一般来讲就是我看橱窗设计。对，你跟他不一样。对对，当然买东西我还是会买。对对。但是你的重点是在看橱窗。对对。当你有去培养起这个习惯，或是这个，你会觉得很有趣，对，哇，所以其实你从小就有这个慧根，要进入这一行，也不是，从小是做这个准备，真的要有天分，就是这么刚好，我觉得就是这么刚好，对，哇，所以除了这个兴趣之外，你平常都会就是也是都走走看看这样子，还有什么兴趣？没有啊，我还喜欢研究吃的。研究吃的，这也是跟饭店有关呐。这个跟饭店有关，但是还是跟我当时进入这行的时候没有关系，是以前就喜欢，小时候就喜欢。哇，对，我就常常发现说，以前啊，只要有零用钱，我存下来，我一定是去买吃的啊。对我自己会享受人生，我自己有这个发现，就是说，我买的可能都不是一般大家会想说，哎呀，这个文具很可爱，那个文具我就喜欢买吃的，就买吃的。对，所以说我自己是有发现这一块啦，所以当我进入社会之后，就是说可能跟餐饮接触很多，然后呢更是培养我出就是
更把我培养出更有这个习惯吧。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恰巧。好，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跟我的工作重叠率很高。哎，真的耶，对啊，这样其实好多人都好羡慕哦，哇！所以这个兴趣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对很好，然后也是因为你从小就有这样的兴趣，然后你就有这个目标，我要去找这样可以把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结合，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对，我觉得当时念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有关于出社会工作的事情。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你的兴趣如果可以跟你的工作结合的话，那个重叠度这么高，真的是不多的。对，哇！所以其实这样听来，其实你的路走得蛮顺的，但是这中间多多少少是不是也会有什么挫折？有遇过吗？那肯定会有啊，那肯定会有。因为其实我去了很多城市嘛，可能首先第一个我是云林人哈，所以我念完书回来，我老家还是在云林，但是这附近的饭店并不多呀。对吧？对，就是云林那边比较少，对不对？你要去一些5星级饭店发展，就肯定就是北中南，对不对？对，就台北嘛，台北这个选择是最多的。对，所以当时我就很顺利的就在台北开始工作了，就是开启我这个工作的生涯这样子。那么在台北也是很顺利的，在2003年就加入这个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对。那么在台北做了很久啊，接着呢，就是刚好有个机会，就在2012年的时候被派到大陆去工作了，就到了福州，所以一路上这些城市都不是我的家乡，不是真正我的家乡啊。台北我也是一个人到台北去工作去发展，并不是说有家人有亲戚啊，其实并没有，当年并没有，所以说台北当年也算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那当然为接下来的福州广州，我也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我是从最南广州到达了哈尔滨，对，然后从哈尔滨又去了北京，对吗？那这个都是一个人的一个这个开始你那个城市的生活，对不对？那中间困难肯定是有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可能这个风俗民情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去跟人家学习。那当然我的个性是比较随和一点，所以我就是觉得所有的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一定要入境随俗，对不对？所以怎么去跟当地人去做相处，怎么跟当地人沟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觉得就是沟通嘛。沟通技巧是这个，我相信出社会工作不管你是做哪一行，这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可能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的时候，最主要是出外靠朋友。哇，所以你朋友很多吗？对呀，当然啦，这个就是一定是必要的。出外靠朋友，那当你可以入境随俗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你就跟人家可以打成一片。那人家就会把你当成是自己人，对，当自己人来照顾，对不对？所以你工作上就会越来越顺利。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要自我要求，我们到人家的城市去，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去了解这个风俗民情，然后去跟当地人进行沟通，对，就不能说是以这个格格不入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这样子一定是不会长久，对嘛？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个性很随和嘛，所以我就是喜欢跟人打交道。进入这行呢，就是一定不能怕陌生人，对吧？对，所以跟人家打交道啊、沟通啊，就是特别重要。那一旦大家熟悉了，一定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会帮助你的一路上，对。所以遇到困难肯定是有遇到这个想家的时候也会有，对不对？想家的时候也会有啊，但是可能你就会有朋友在你身边跟你讲，中秋节到我家来烤肉吧，中秋节到我家来吃饭吧，是不是？所以说，其实能够入境随俗，把这个别人城市当自己的家，其实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对。
哇，所以我发现这个周总的个性哦，所以可以把一些可能一般人会认为说，哎，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困境、一个挑战，然后你就把它化成哇，是你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起点哎。对呀，我觉得很重要是你要肯把你自己带给大家，而不是希望大家要到你面前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跟人相处一个，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也时时刻刻鞭策我自己，对我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接近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与其等着人家来找我，我更喜欢主动去找人家。当我们谈事情的时候，议事的时候，当然最主要是我们肯这个去跟人家去做沟通，对吧？那一旦你经常跟人家做沟通，而且是主动哦，人家就会对你就会有好的印象。对，哇，所以这个周总的特质真的难怪会当上我们这个真的唯一台湾唯一一位的女性专业经理人，真的。我也还在努力当中，我相信不管今天是坐在什么样的职位上，一直要保持一个肯学习的一个心态，然后一直往前去前进。对，所以讲到肯学习这一块，就是说，其实你已经有这么棒的一个学历，让我们知道说，哎，你去工作之后，还是不断的有在做一些线上的课程，而且还都是一些名校，包括这个康奈尔大学啊、哈佛大学这些课程，你都有去上哎。所以你觉得说，不断的去学习，才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对不对？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让自己不断的进步以外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带领着你带领的团队，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交给他们，对不对？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跟他们分享。就是今天为什么你在这个职位上，而他们还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是要对企业负责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别人在进步，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进步啊，但是我们没有在进步，那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久而久之，你就会被市场给淘汰，对不对？市场就是进步这么快，没有进步就是退步了啦。对，所以我觉得保持自己的一个强烈想要去发展、去学习的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积极进取嘛，对不对？对，哇，好，那我们知道说你来我们这个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这边的时候，之前的工作是在我们的北京中国大饭店。对的，哇，那间饭店真的不简单哦，它是呢。全中国只有3间的白金5星级的酒店，对不对？而且它都是做这个国宴的，就是接待外宾，然后举办国宴。那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我们这个元首级别的贵宾。对呀，真的很不简单。那当然啊，除了我们展现出我们这个5星级的豪华的服务以外，对，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从这些贵宾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啦、风俗啊、饮食习惯啊，要考究每一个细节。所以这个才是考验我们5星级经理人的地方。哎，这真的要很细心。是啊，是啊，因为你要确保那个细节是合乎国际礼仪的。所以其实就是个人的这个准备跟团队的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在那个北京那个饭店的时候啊，它是香格里拉的旗舰饭店之一嘛，是，让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对不对？没错，我觉得当你去接触很多这个比较这个首长级别的这个贵宾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可能平常我们没注意到的，比如说生活起居，比如说这个习惯。每一个贵宾他的习惯不一样，有一些贵宾一大早可能就要去游泳，那你要先准备好，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是元首要去游泳，这个是一个这个规格大阵仗，这规格就很大了，对不对？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旁边是有很多也是在跟你一样。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帮这个元首级别人做规划，对吗？所以怎么跟他们去做配合，然后达到这个最佳效果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少不了沟通。所以我常常就会讲说，沟通你事先准备，你事先请教人家，那准是没错的。所以就是多了很多这个事前跟他的，比如说他的护卫啊之类的沟通的机会就非常的多。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元首级别的贵宾要来之前，都一定会有一个行前的行程，也就是
团队的人会先过来勘察我们饭店，先过来勘察。那当然这个元首级别啊，那肯定是这个政府方面也都会有这个介入啊。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在重复检查很多东西。所以基本上呢，你就从中去学习说，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跟他们去做配合。对，因为有时候说可能有些人冲过来说要采访，可不可以？可能他跟你讲说，可能这个时间点不行，但是哪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开放哦。对，其实有一些贵宾他是很愿意接触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说贵宾一出现就全部都要清场，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有些这个元首是很愿意跟大家去握手这个问好，对不对？有些是很愿意的，所以说安排这样的时机，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饭店就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起到一个这个中间的这个角色，对，可以或不可以，我们还要跟这个随扈啊这些人员去做沟通。哇，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行前的这个行程，跟中间这个行程，跟最后呢，当然饭店要做一个总结，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做记录贵宾的喜好，因为很有可能又有机会可以再次的接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贵宾住的好了，下次肯定会回来，对吧？贵宾也是跟我们平常一般消费者一样啊，他喜欢你这个饭店，他就会再回来。对，哇，所以其实在这个北京中国大饭店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而且这个是算是非常高规格，然后很难做的接待，你都做过了，所以现在来应付一般我们的也是当贵宾啊，对不对？我就会比较不一样，但是你就有非常充分的这样的经验了啊。对，工作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对，所以我也很珍惜我其实每一个工作职掌我都很珍惜，然后很自我要求。我觉得责任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才能够好好把工作给做好。对，哇，所以这样子这么棒的一个经历，也让我们周总呢，就是说其实会越来越进步，而且周总很细心嘛，哈，除了细心跟责任心以外，我觉得周总是不是对于这个创意啊、创造力这一块，你也是相当重视，所以其实你们会让饭店办一些活动，然后营造一些话题，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几个？其实呢，我觉得我的经历当中在广州香格里拉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饭店然后呢，它的这个户外我们的这个花园呢，大概有5000平方米，这么大，很大很大。然后呢，当年我刚去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游泳池，很像东南亚的这个度假型旅馆，然后又有一个这个小型的这个很像一个小山坡，其实是可以打那个高尔夫那个小推杆然后呢，就整个这个范围非常大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过去几年在这个户外花园都没有大型活动，所以呢，我去的这个当年就开始发想，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花园利用起来，所以当年就设计了这个户外音乐节。哇，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很像是比较一个像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活动吧，因为都在这个周末去办嘛。周末其实很多家长有小孩的，他不知道带小孩子去哪里，或者是说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对吗？所以我们有这么美的一个花园，还有这个泳池，那我们何不让我们这个广州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使用，对吧？对，所以当时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户外的这个音乐节，然后呢也非常成功。一推出，我记得当年一推出就是请到我们维也纳这个儿童合唱团。哇对，然后呢一推出之后电话打爆了，然后呢我们呢这个控制这个还是要控制那个量，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个花园很大，就让大家能来都来，我们就收这个门票，我们不可以有这个心态，因为我们要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范围，对吧？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客人就达到了950人。哇，对，其实它可以做更多它可以有更多人，但是我们当时觉得为了这个安全的考量，我们可能只能这个接受950位贵宾。
对对对，所以这个花园音乐节这个很成功，所以目前呢，其实我离开广州香格里拉已经很多年了。那这个活动呢，现在依然还在持续的每年在举办当中，已经变招牌了啊，已经变招牌了。对对对，所以每年呢，这些家长都会就是会打电话过来问啊，什么时候还办音乐节啊，这样子，所以是很成功的一个经验。当然就是说，可能也要去团队要一起去有创意。因为我们可以很有创意，但是团队要执行，对，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跟团队一起，来发想这个创意的这个点子，是对，与其说我们发想，然后团队来执行，倒不如大家一起，来发想，一起来执行，对，哇，对，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啊，就是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尔滨很冷，对不对？那个应该是冬天最冷，可以达到零下30到40度。哇，那个时候你在那边待，你还会就会很冷很冷。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经常想的就是说，人家说去哈尔滨要穿2条裤子，然后呢，我就心里想，有这么夸张吗？结果嘞？结果我去之后，我发现1条真的顶不住。对，然后呢，我们是南方人嘛，对不对？就是都在台湾长大的，习惯比较热的天气。然后我去大陆，首先也是去了福州跟广州，都是南方城市。对对对。那基本上没有去过北方啊。我所以我发现我的行李箱去的时候，我拿出来最后的拿出来都不够用，还是很冷，还是必须那个当地去采购，因为他们当地那个羽绒服那个材质非常好。就是穿上去之后是发现说真的是就很保暖，对。然后如果在零下30、40度出去的时候，真的是要穿2条裤子，哇，对。然后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们不是都里面都放暖气吗？你穿2条裤子在里面吃东西不是很热吗？没错，我们到现场到餐厅之后，马上就问更衣室在哪里，就要换衣服了。对，就马上要换衣服啊，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么我就是对于哈尔滨人，我觉得很崇拜他们的一点是说，可能很久以前哈，零下30、40度的时候，可能其实没有什么观光客，对不对？其实那个会变成说，冬天的地方严冬嘛，对，可能你的客人会非常少。那所以这个前人就开始设计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城市能够在这么冷的天气啊，这个严冬我们还是生意必须能够做下去。对。所以他们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松花江在夏天的时候，那个流水呢，你就可以看到徐徐的流，但是其实底下是流得很大的那个波涛汹涌的。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它全部都是冷冻，跟冰块一样。我记得我当年去的那一年，我就开始观察这个松花江的变化。我去的时候是在这个5月底6月初，那时候水流滚滚的。对，然后到了这个9月的时候，你就发现开始，它开始这个天气变很凉，尤其那个日夜温差很大，就开始发现说，它上面这个河上江上啊，就是结了一层好像薄冰，白白的，好，所以我自己有做一个照片记录本。因为我就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结成冰块的，对，因为我就觉得很有趣嘛，所以呢，一段时间它就是上面出现薄冰，然后呢，接着呢，慢慢的你就发现说，隔2、3天再去看它的时候，上面变成白的，但是不是说很透明白这一种，但是又过了大概又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说它整个都冰冻了，哇，都结冻。可能前面1个月你没有看到说有人在上面走路，可是可能后个月你就发现有人在上面走路，可以走都不会掉下去，可以走路。对，当然这个我们不鼓励啊，不鼓励啊。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因为我们的饭店啊在那个松花江旁边，很漂亮啊，这个夜景台非常漂亮。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呢，我就睡不着。因为听到噪音很大声，就好像是有人赛车的声音。对，那我就打开窗帘，发现有人开车在这个松花江上练跑呢，你知道，跑车在那跑来跑去。对，所以就是那个声音就直接传到我们饭店来了。所以我就很惊喜，就起来就看一下，说，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对，所以就是说，
哈尔滨人能够去之后去发展成把这个松花江啊，它都可以承重这个人啊、车啊，可以把它这个开采起来，一块一块冰块挖起来，然后做雕刻，雕成城堡。所以现在呢，每年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贵宾会到我们哈尔滨去看这个冰雪节，所以这个就是哈尔滨人独创的一个生意的契机。从一个很寒冷的冬天没有人去，到最后把它做成是每年这么多观光客进来。对，就是危机化成这个转机耶，就是这样的例子。是危机就是转机，所以果然是这样子的。当然也要这个有这个坚韧不拔的这个创意的精神，对不对？因为肯定创业啊、创意啦、开始做啊，肯定这个阶段都是比较辛苦的。对，但是这个结果是非常令人这个叹为观止的。对，哇，所以其实这个发现周总真的细心，然后又有责任心，然后又有创意这所以让真的是爬到这一步不简单。那其实我是学习别人啦，你就是跟别人做学习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到这么多地方去，一定要跟人家做学习。真的很棒还可以到这个世界各国这样子这么棒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然后，那我们知道说你来就任之后，其实刚才前面你有讲到像你们常常因为你们的酒店资源太丰富，100多间嘛，那你们就有很多客座的主厨过来。然后我们知道你就任之后有一位很棒的一个世界级的甜点主厨来，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前2天我们 MOF 请到这个 Chef Pascal 过来做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冬的这个新品发表会就是秋冬嘛，就是产栗子，对，大部分可能大家会把这个栗子跟秋天跟冬天的这个饮食去做结合，所以他这次来就是专门来帮我们开发今年我们新的产品。然后呢，主持人应该知道，前2天是台风天，对，那天刚好台风见面会，台风天，所以呢，其实一大早呢，应该是说前一晚我们就知道隔天是台风天，对。那么呢，前一晚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还是要依旧进行啊，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师傅已经来，这个很重要。就算说我们的宾客会有所取消，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进行，因为师傅已经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对我们的员工是算是一个学习，对，所以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师傅已经来，这活动一定要办，好，不管是说有多少我们的同事参与，或是我们的记者朋友，或是我们的这个台南的贵宾朋友们来参与，我们都很欢迎。那么呢，当时我就问他们说，我有点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人要取消不来因为如果是安全考量，对，这个我们肯定我们这个算是就是说也是有点担心嘛，就是要确定说我们这个所有朋友来的路上是不是安全。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说这个活动一定要办，但是如果是对内的话也没关系，就所有我们自己的同事来这个参加，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同事就是在台风天，我们会准备一些房间，让我们的同事住在饭店里面。对，因为有时候太这个下大雨啊、大风啊，台风天回不了家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准备说，我那一天就想说，没关系，chef 也在，chef 已经来了他是个名厨，然后呢，他也都准备好要大显身手给我们看了，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办一个员工场也可以。那所以我后来就询问了嘛，我就发现所有的记者朋友跟我们的台南的这个参加的这个贵宾朋友们都没有要取消。对，所以说我们的机会对，所以我们去confirm完之后，发现大家还是愿意前来，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活动啊，就是蛮感人的哈。大家觉得说这个师傅难得来一次，对，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一定要过来品尝他的手艺，所以那一天现场非常多的人，我都挺惊讶的，真的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成功。那其实呢，我们可能一些个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也知道，我们陆陆续续在过去几年都有这个不定期的请这个客座主厨来。当然今年这个是一次，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会有的。
对，所以大家也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对，没错。好，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周总就很多人他其实是跟你一样想要投入这个观光啊、饭店业。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选择读这样的科系，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说，哎，那我出社会之后去就饭店就业或者是从事观光业的话，哎，现在的这个市场怎么样？他们也会担心说自己做的好不好，尤其要像周总这么棒、这么杰出，可能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大家还是以你为榜样啦。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给他们呢？我觉得首先呢，一定要乐观，就是做任何的事情呢，一定要乐观进取啊。这个常常大家讲的哈，年轻人总是会担心失败，但是其实失败就是成功之母，对吧？所以呢，其实不要担心失败，担心的是是不是没有尝过新的事情呢，新的事物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乐观进取。这个是首要的一个条件。对这个我想啊，这个年轻人出社会，总是第一份工作啊，第二份工作啊，都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饭店业啊，其实是把我们的年轻人其实照顾得蛮好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老师带着啊，对不对？就是会有师傅一起，所以。饭店这个行业，我经常讲的就是说，你喜欢团队生活吗？你喜欢与人沟通吗？因为这个都是必要的这个条件之一，对不对？如果你喜欢与人沟通，你又喜欢团队生活的话，我觉得饭店这个行业我是很推荐的，就非常适合他，非常适合。对，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小老师这个计划，对不对？因为永远你就会发现说，你旁边就是新进同仁，一定会有更资深的同仁跟你一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一步我们看，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被教过来的啊，对不对？当年我出社会，我也是从基层做起，但是我的技能当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也是很感谢我这些师傅们啊，就是很认真的教我。然后从摆台啊，然后铺台布啊，服务客人啊，开酒啊，教你很多东西的。牛排怎么吃？怎么跟客人点菜，对不对？这个都是有人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慢慢去学。所以其实一步一步都是经验，所以我会觉得说，肯去做很重要啊，这些就是我们这个成功的基础。所以其实真的也是啦，就是做什么都不要自己就觉得害怕失败，不去尝试，这样根本完全就没有机会。没错，没错。那你刚刚讲到这个乐观，然后你自己是不是喜欢与人沟通？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的特质适不适合待在饭店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啦，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说服务业首要就是与人沟通。对，是不是会你在这方面算是开放吗？愿意与人沟通吗？还是你是比较内向型？但是内向型也没关系，这可以培养。也没关系吗？对，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培养的。慢慢的，你看到人家这样子去跟客人做沟通，你也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是。当然是乐观进取很重要，对不对？语言沟通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这个刚出社会嘛，肯定就是这个不是强项，对。但是这个慢慢可以训练出来的，这个是也可以学习的，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好，那最后要访问周总的就是说，那你刚接任我们这个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那你对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期许吗？我应该首先说，我对我自己有什么期许？好，因为当我要求别人之前，我要先要求我自己因为首先呢，我们这个是已经在地深耕10年，对那未来呢，就是跟在地要有更多的结合，然后要去了解地方人的故事，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首先。我要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呢，对我自己的可能这一方面的要求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要去听在地人的故事，我们要去发展在地的食材所以其实我最近去了麻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因为下雨下了很久，对。然后呢，我这次呢，就是因为我知道麻豆文旦快出来了，这是我们的台南的特色。对啊。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实际去采访一下。哇，不简单哎。然后呢，下雨因为下了这个很多天，对那段时间都没有好天气哦。对。然后我就找到一天下午，就说不管今天有多忙，我今天就是要走这个行程。我要到
乡间去取食材，嗯，对，然后呢，我要跟这个我们的在地的这个农人、对，农民那些小农要沟通啊，我们要支持在地好农，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亲自去看在地人的故事。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在一个这个很美的一个甜品的背后，其实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很美的甜品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努力。所以我去走了一趟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们台南下雨，整个台湾吧下雨下了好几天。那这个我就一直在操心麻豆文旦的这件事情，今年的季节会不会有受到影响？对。所以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那个土地啊、泥土都是湿的。其实我自己的鞋子踏到泥土里面，都是我鞋子全部都脏了。对，因为你是站不住的，有水的。对，所以就有陷下去这样，就走进去看。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产季到什么一个情况呢？是不是可以摘了？是不是可以来做菜了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可能就访问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好农，对，就是他们照顾这些的这个一些心得，所以呢，他们很急急忙忙啊，跟我说要喷那个防蚊，果然是很多蚊子哦，所以我觉得在地的农民很辛苦那把这个柚子呢照顾得这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推广我们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跟在地结合，这个是必须是一个指标性的任务之一。所以当我呢就是实地跟我的团队一起去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动。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文旦带回来之后，可能有2天的时间，可能就是文旦要推出，所以呢师傅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哇，对。但是你发现说，当他们有这个热情要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赶紧想跟你试试看，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很融入团队，然后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努力，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甜品呢，也是在 MOF 这次 Chef Pascal 来的时候，同时推出。哇！对，我们的香柚蒲公英的这个产品它做的是小小一颗的小香柚，但是里面就是包着我们的柚子的肉做成的一个很像果冻这样子包在里面，所以很可爱的一个造型，很讨喜。对，所以说这整个这个实地走访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说很感动啊，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辛苦，怎么去照顾这一些我们的这些柚子，对不对？那个故事是很有的啊，所以我自己心里特别有感受。那以后这样的行程也是会陆续会推出。这样子，其实你让人很感动哎！我觉得那些农民看到说，哇，这么一间国际级的女总经理亲自到我的柚农园来，真的很感动。其实他们让我更感动，因为我一到，人家就赶紧把那个水啊、纸巾，然后防蚊液全部都拿出来给我用，就是你就知道他们的用心。对，然后呢，对于我们的那个到访的来这个采访他们也是积极的配合，对，所以其实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先期许自己，然后再期许你的团队。大家看你这么做，大家一定都会后续都会一直想说，我一定要配合我们总经理。其实我是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做这个牵头这个作用，然后陆陆续续团队的同事们也开始培养起这个兴趣，就是我们总是要有点创意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而且这个创意是要不停的有创意，而不是说只是为了一个季节这个是要有可持续性。对，所以跟在地合作呢，其实就是把最新鲜的食材端到客人的餐桌上。对，所以说它没有这个所谓的产品舟车劳顿的这个问题。它也不需要去放防腐剂啊，对不对？它所有都是最新鲜的、原汁原味的展现在我们客户的桌上。好，听到这里，我觉得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的未来真的是让人非常有所期待哦，而且应该是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讲？我很欢迎大家抽时间，如果还没有到的，
还没有到过我们饭店的，或者是已经有到过我们饭店的朋友们，一起来尝鲜啊，我们会陆陆续续一直推出。然后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就是在地的好朋友，然后支持的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对我们持续的爱护跟支持。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周总到我们节目当中，哇，今天可以访问到我们这么杰出的一位女性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哇，而且呢，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有想法，然后真的，而且跟我们在地结合这一点，让我刚才听着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哎，哪有人总经理自己真的愿意走出去，哇，这个真的是。我想这是必要的，这就是一个趋势。对，所以这是你成功的原因。因为要去做出好的产品，他一定要能够先去体会那其中的困难跟这个故事的来源，你才能够一个更好的产品展现在我们贵宾的面前。对，好，所以今天的访问了周总之后，我们觉得说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他真的是非常的有毅力，然后真的是朝自己的目标在迈进。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专访呢，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可以当借鉴，真的这样子非常棒、非常乐观的一位我们的女性的朋友，她可以这么的成功，真的绝对不是偶然。好，那今天再一次呢，感谢周总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咱启明旗下这波呢的底下各级段了，咱再会。